太尉伯乃对房谢曰：“是彼而已之。”至魏教，丞相以下皆名。康还报，代王乃进至臣拜谒称臣。代王下拜，太尉伯进曰：“愿请。”所言公言之，所言思。王者无私，欲上天子喜。代王谢曰：“至彼而异之，闰月己酉。”群臣同至，丧议曰：“丞相陈平太尉陈伯大军，不臣苍宗正陈应周须侯陈张东侯陈兴居殿客臣皆在拜言大王等，皆非孝惠皇弟子，不当奉宗庙。臣谨请因安宁王爷侯利2010亿。大王高皇弟子，一位嗣，愿大齐天。代王曰：“奉高帝宗庙，重视也。寡人不令。愿请楚王祭仪者，寡人弗敢当。”群臣皆服。代王西相让者3，南相让者2。丞相平等皆曰：“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，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，这祭不敢乎？愿大王幸听臣等。臣谨奉喜。”代王曰：“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以寡人，寡人不虽子位。”群臣以自是。使太仆英东侯兴居先清公子法驾迎代理。皇帝即日西入未央宫，夜拜宋昌尉将军、南北军。张武为郎中令。行殿中，还坐前殿，大诏曰：“敕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，兼者诸吕用事擅权，谋欲威刘氏宗庙，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诸师，皆服其出，其位，其摄天下，赐民爵1级，女子100户牛厩。”元年冬10月辛亥，皇帝见于高庙，遣车骑将王太后于代。诏曰：“钱昌，自是魏相国，魏丧，散遣将。” Page 37. 冠英西岐，欲代刘氏，应刘荥阳，与诸侯和诸吕氏欲魏不散。丞相平与太尉伯等谋夺，等军都须守先不战。太尉伯身欲相平侯通使携程召入北军，以录印。其一封太尉伯1万户，赐金5000斤，平3000户，金2000斤。诸须侯张襄平侯通亦各2000千斤。封典客皆为阳信侯，赐金1000斤。2月幽王
赵王，喜琅邪王则为燕王，屡试所夺其。除收藏相作御令。正月，有司秦早见太子，以尊诏曰：朕既不得，上帝神明为心降也。天下人事，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善天下焉。太子世众无不得也。为天下和，其安之？有欲见太子，所以众宗庙社稷，不忘天下也。上楚王既复也。春秋高，越天下之比利多比之地，吾王于朕，兄也。淮南王帝也，引得朕，岂谓不欲哉？诸侯王宗室，昆弟有功臣，不贤其。若许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，是社稷之灵，天下之皆不选举焉，而曰弟子。人其以朕为望贤有德者，非所以忧天下也。朕甚不取。有司不请曰：吾者是安皆且千岁，有天下者莫长焉。用此道也。弟子所从来源矣。高帝始平天下，见诸侯列祖，诸侯王列侯氏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，子孙祭祀，天下之大义也。故高帝设之以辅海内，今而更于诸侯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。更亦不疑。子唐尊后辞人，请见以为太子，上乃许之。因自后者决一级，封将军伯昭为止侯。3月，有司请皇太后曰：立太子母窦氏为皇后。Page.8 诏曰：方春何时，草木群生之物，皆由乐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，或便于死亡，而莫之省忧，未免其意所以朕待之。又曰：老者非薄不暖，今岁首，不时使人纯问长老，又无不薄酒肉之孙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？今闻立令当受御者，或养老之必哉？据未令，有司请令献诏，年80以次米人月1时，肉20斤，酒5斗，啤酒10，活人2匹，畜3斤。赐物及当领玉米者，常立制不满90，各夫令使至2000石钱都立群者都之，行者及有罪乃以上，不用此令。楚元王曰：齐楚地震，29山同日崩，大水溃出，令郡国无
会天下，诸侯四夷，远近丘带来公。诏曰：方大臣诸吕宁镇，镇胡夷镇，为中为宋昌宣镇，镇以德保宗庙，以尊昌为将军，昌为壮武侯。诸同镇6人，官皆至9卿。又曰：同高属汉者68人，一个300户，立2000石以上，同高地等10人，石邑600户。淮阳守申屠家等10人500户，等10户。封淮南王就赵兼魏州阳侯，齐王就4军侯。故常山丞相蔡兼魏樊侯。2年冬10月，丞相陈平后曰：朕闻古者诸侯建国1000余，各守其地，以入贡不劳苦，上下欢心，民有为德。今列侯多长安远，立足给书费乎？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，并列为立即诏所执者，遣太子。11月癸卯会，日有曰：朕闻之，天生民，谓之治君以养治之，不得不正不君，则天视之灾以戒不治。乃11月会之。事见于天，灾属大焉。朕获保宗庙。39. 以微鸟之身托于是明君王之上，与一人，为2、3执政，犹无故功也。朕下不能治欲取三光之名，其不得大矣。令至其妻思朕之过失之所不及，盖以告朕，即取贤良方正能其见者，方朕之不逮，因各事以职任，勿省徭费以便民。朕何故然念外人之有非，是以设备未息，不能屯戍。又是兵后卫，其罢魏将军军，太服卒，于皆以给传至。春正月丁亥，诏曰：夫奴其开其田，朕亲律耕，以给宗庙滋盛，内众时为入位卑者，皆设之。3月，有司请立皇诸侯。诏曰：前诏幽王幽嗣，朕甚怜之，以离太。遂帝辟强及其道会王子朱虚侯张东谋侯兴居有功，乃立辟强为河间王，张为城阳王，兴居为济北王，皇子5为代王，3为太原王，1为梁王。5月，古之治天下，朝有尽散之兵，诽谤之目，所以而来见者也。今法有诽谤言之罪，是臣不尽其而丧，无由闻过。
也。将可以来远方之贤良，其徒之民，以相约而后相慢，必以为大逆。其有他言，放。此系民之于吾之敌肆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来，此者勿听之。9月，初与郡守卫同虎符州使服。农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民所事以生也，而民或不生不随，朕忧其然。故今资亲律群臣农以劝之，其私下民今年田沟之半。3年冬10月丁酉会，日有食之。月丁卯会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前日诏遣列侯之国，此丞相朕之所重。其 Page 40. 谋之，遂免丞相伯，遣救国。12月，太尉尹因罢太尉官，属丞相。夏4月，城阳王张弘、南王长沙系阳侯沈石奇。5月，匈奴入居北的河南卫上姓甘泉，遣丞相灌婴击匈奴。匈奴去，才官将军，军长安，上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姓太奸臣，皆嗣之，举公行上。周闵赐牛酒，复3岁卒，留犹太元10余日。冀北王兴居文帝之待遇自吴，乃犯，发兵欲袭荥阳，于是诏罢丞相兵，以侯才将4将军10万，击之。其侯登克卫将军。秋7月，上自太原至长安。诏曰：冀王备挂物利民，为大逆；冀北利民，兵未至庆者，皆赦之。复官爵，与王兴居，去来者赦之。8月，鲁冀北王兴居，自杀。岁兴4年冬12月，丞相灌婴薨。夏5月，复州留，家无所与，赐诸侯王子一各2000户。秋9月，被王子7人为列侯，将侯周勃有罪，在议廷尉诏狱。5月春2月，地震。夏4月，除道周前令4周前。6年冬10月，考李华。11月，淮南。废天属严重，子雍。7年冬10月，令列侯任周侯王子及立2000石，无得善征服。夏4月，赦天下。41. 6月癸酉，未央宫东阙伏灾8年，封淮南厉王长子4人为列侯，有唐兴出于东方。大
汉10年冬，行幸甘泉，将军伯11月，行幸代，春正月，上自代台，下梁王一薨，匈奴后敌道。12年冬12月，和春正月，赐诸侯王女一各2000户。2月，成帝美人，并得驾。3月，除官，无用船。道民之路，在于物本。朕亲虑天下农，10余斤不加替，岁一不登，民有饥色，是从事焉上瓦地位家务也。吾诏书树下，遂劝民种树，而公应奉无诏不勤，而劝民不宁也。且无农民甚苦，莫之何以劝焉？其次，农民今年租税之半，又曰：孝天下之大顺也，利田卫生之本也，三老之也，廉利民之表也。朕甚加此2、3代父之行，既见云无应令，岂识人情？是立举贤之道未备也。其次，三老孝者薄，人无匹，器者利田2匹，廉利2以上，10者3匹。即问民所不便安，而以户口律制三老贤长，令各律其意以到民焉。13年春2月甲寅，今律天下农耕以功滋盛，皇后亲丧以奉祭服，据礼家，除逆禄，与代交4制。Page.42. 除肉刑法，与代刑法制。6月，诏曰：农下之本，勿获大焉。今谨身从事，而有租税之不获者，无以一也。其余劝农之道未备，其除田之租税，屋瓦不夺去各有数。14年冬，匈奴后边，杀北遣3将军总西北地上郡，中魏州舍卫将军，魏车骑将军，军卫北，车偏城，其徒10万人，军乐兵，身教令，赐地卒，自欲征匈奴，不听。皇太后不要上，乃使。于是以东营侯大将军、建成侯董克内史栾布皆卫将军，击匈奴。诏曰：朕或时牺牲，必以示上帝宗庙。14年历日，礼行，以不饮不宁而久处临先下。朕甚自愧，谈场毕，西先王远之不求其报，望赐不齐其福。一先明后体，至明之体也。今吾闻辞官助离，朕公
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所以朕之不得，不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众无不得也。其令此事尽所其。15年春，黄龙见于成纪，上乃下诏昭寺孙臣明服色，新园平设武庙，与拜交四世，下姓雍，始交建武帝，设天下，修明三大藩，常有司以岁时之礼。9月，诏诸侯王公亲郡守举贤良言及，上亲特之，复纳以焉。与在朝错传，年夏月，上交祀武帝于未阳。5月，立其道惠王子6王子皆魏王。秋9月，得玉碑，刻曰人主延寿，应先。明年改元，后元年冬10月，新元平大学。3头。Page.43. 春3月，后当世薨。诏曰：监者数年比不登，又有水旱疾，朕甚忧之。余而不明，未达其咎。义者朕之而过与，乃先道有不顺，地利或不得，人事多知何以不相与？何以至此？将百官之奉养或废，无用或多，何其明时之寡乏也？夫度贤非易寡，而济民易常地。其余补有余，而时之甚不足，者其就安在百姓之从事于莫以害农者蕃，为久劳以弥补者多，可与系大之意，吾未能得其中。其与丞相时，博士议之，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议远思，吾有所2年夏，行幸雍阳公。6月，代王3薨。诏曰：朕既不明，不能远得，使方外之国，忽赐荒之外不安其生，封其之内勤劳不处，二者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。奸者累年，凶并暴，多杀利民，边臣兵力又不能御其内事，以众无不得，安连兵，中外之国将何以自明？今朕复兴业备，忧苦万民，为之特达不安，未尝一日忘于心，故盖相忘，结彻于道，以欲朕至于残余。今残余凡恶气之安，变万民之力，今与朕俱气细过，挟之大节，兄弟之义，以全天下渊源之民，和亲已定。3年春2月，行幸代。4年夏4月丙寅会。
月，赦天下，免官奴婢未受人。雍纷争月，行幸陇西。3月，行幸雍。秋行幸代。6年冬，匈奴3万骑入上郡，3万骑入。中代府令免魏车骑将军，屯飞狐。故楚相苏以魏将军去入。将军张武屯北地。河内太守周亚夫魏将军，赐宗正刘礼魏将军。Page.44. 侯徐礼魏将军，赐棘门，以备胡。夏4月，大旱，令诸侯无人贡13则，减诸服役，损了汤羹，以振民。民得卖学。7年夏6月己亥，于魏。遗诏曰：朕闻之，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弥此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，奚可甚哀？今贤家生而恶死，后葬以祸业，众福以丧生，无甚。且朕既不得，无以佐百姓。今崩，又使众有邻寒暑之术，哀人父子，伤长老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神之祭祀，以众无不得。为天下和，朕或保庙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丧，20有余年矣。赖天之福，方内安宁，弥有宾阁，朕既不宁，常修天地之宜德，为年之久长，聚于部中。今乃谢父于高庙，朕之不宁与家之，其妻哀念之有。其下令到初临3日，皆是服。无尽娶妇嫁女，辞赐饮酒食肉当给。当是服临者，皆无变，带无过3寸，无步车及无发。民哭临宫殿中，殿中当临者，皆以旦夕各15阙音。非旦夕临时，尽无得善哭临。以下服大红14日，先7日，是服。他不待令中者，此令从事，布告天下，指明之正义。霸陵山川因其无有所改，归夫人以下至少使，令中尉亚夫尉车有国汉尉将屯将军，郎中令张武尉副侍将军，发天人，发内史卒15000人，方郭藩副图属将军武，赐诸侯礼钱金钱帛各有数，以赐。放霸陵。赞曰：即位23年，公事愿有车骑服役无所增益，有不便之意。常欲作路财，召将济之，使百
心。上曰：中人十家之也。吾奉先帝公事，常母修何以台位，深衣一节，所幸甚夫人衣不业地，为章。Page.45. 文秀以示敦朴，为至霸陵，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事，因不起坟。南越魏佛自立魏帝，赵魏佛兄弟，以得佛遂称臣，与匈奴结合亲，后而被约入道，守不发兵深入，恐烦百姓，吴王大病不朝，赐以权盎等见说虽歇，常假借纳用焉。张武等受禄金钱，更加赏赐，以馈其心，专务以德化民，以海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至行错，呜呼Page.46. 卷五景帝纪第五孝景文帝也。五月窦皇后，后7年6月，文帝崩，因为及皇帝位，尊皇太后博士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月，有星备于西方。元年冬10月，诏曰：主公而中有德，治理乐各有由，歌者所以发德也本，所以明公也。高妙咒，奏武德文史五行之武，妙咒奏文史五行之武。孝文皇帝临天下，通官粮，除诽谤，去陋行，赏赐长老，收去孤独灯，检狱，不受限，罪人不偿，不诛王罪思其立也，除公刑，出美人，众绝人之事也。朕既夫能胜时，此皆上士之所不及，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，无先帝立则失四害，弥不祸福，名相乎日月。朕甚惧焉。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者武，营修然后祖宗之功德，施于万世，永永无穷。朕甚将其列头中2010里官具礼仪奏，丞相陈家等奏曰：陛下有立昭德之无以明孝文皇帝之圣德，皆陈家等于所宜。事功或大于高皇帝，德或胜于孝文皇帝。高皇帝者，太祖之庙；孝文皇帝庙仪魏帝者，太宗之庙；天祖宗之庙。郡国诸侯一个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，诸者是慈天子所献祖宗之庙，请宣布天下。制约可。47.
春正月，诏曰：奸者借比不明多伐时，要决先年，朕甚痛之。郡国不飘侠所龙方谢处，莫必饶广，见曹莽，水泉力而其意名誉喜欢大者，听之。夏4月，赦天4级。遣御史大夫卿敌士代下与匈奴和亲。5月，卒。秋7月，诏曰：立受所兼领，以免。受财物，见百贵卖，论亲。廷尉与丞相信谨与丞相议曰：立其诸有志，受其官属所兼所事所行所实，既常废，勿论他物。若买物件，皆作邦未到，或入邦县官，立天起兔罢，授官将监制送财物，夺爵位士武，免之。无爵至今，令或入所受，有能补告，必其所受邦。2年冬，有星备于西南，令天下男子年20止父。春3月，立为河间王，鄂为临江王，余为淮阳王，非为彭广川王，发为长沙王。夏4月壬午，太皇寿崩月，丞相加封，封故相国萧何、孙燮为列侯。与匈奴和亲。3年冬12月，诏曰：襄平侯家威奢谋犯，欲以杀家，大逆无道。其舍家为襄平侯作者父不决，论挥说其妻子如法。春正月，淮阳哀吴王毕胶西王楚王务赵王遂济南王替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阶，大赦天下，遣太尉亚夫大将军。Page.8 窦婴将兵击之，感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。2月壬4日有食之，诸将破七国，斩首10余万级，追斩胶西王楚王务赵王遂济南王替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阶自杀。6月，诏曰：乃者吴王毕等为逆，起兵相胁，立民不得已，今毕等已灭，立民当作毕等及逃亡，皆赦之。楚元王子毕等与毕等为逆，朕不忍家法，吾令乌东氏，立平陆侯刘礼为楚王，血元王后王子胶西王，圣魏中山王，赐名爵1级。4年春，用船出入。夏4月己巳，立皇子荣为皇太子，为6月，赦天下，赐名爵1级。秋7月，
月戊戌未，日有食之。5年春正月，灵异。过民喜甘陵，4020万。显公主驾匈奴单于东。12月，雷。民雨。秋9月，皇后博士11月庚寅会，日有食之。春正月，废皇太子王。2月，罢太尉官。夏4月乙巳，立皇后王氏子。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。赐民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夏赦天下。赐民爵一级。封故御史大夫周科周列侯。2年春2月，令诸侯王薨列侯出封及之国。Page 49. 雷特，列侯薨及诸侯。大行奏雷特，王薨，显光禄大夫吊辞。因第4子，列侯薨，显太中大夫吊辞。是因其葬，国德发民晚葬川覆土，至坟无过300。匈奴入燕，改折曰弃氏，勿复折。3月，作亲太宗标地，征议中尉，自杀。夏4月，西北立皇子越为广川王，继位胶东王。秋7月，更为太守，郡尉为都尉。9月，封故楚赵父乡内俄。4人子皆为列侯。甲戌会，日有食之。3年冬，罢诸侯御史大夫官。春正月，皇太后崩。夏晋孤9。秋9月，皇有星备于西北。日有食之。立皇子成为清河王。4年春3月，起。御史大夫版奏进法高59寸以上，使未平而出。夏，皇、秋，设胡作阳陵者死罪，取之。10月戊午，日有食之。5年夏，立皇为川王。6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。秋酉，为央宫东阙斋，更名诸侯丞相魏襄。9月，诏谕令度让，所以进报止邪也。欲人之大命，征立或不奉法令，以或禄卫士，朋党比州。Page 50. 以科为察，以克为名，令王罪，甚怜之。有罪者不服罪，兼法未报，甚王位。若虽文治于法而于人心不见者，则验之。6年冬，行姓雍，交武。12月，改州官名，并驻前金。
春3月，于是夏4月，梁王薨，国。立孝王子武根皆为王。5月，诏曰：都立民之也。车驾依附仪称，立600石以上。倘立王度者，或不立服出入于与民王邑，并常立2000石车诸两石至600石诸座。车骑从者不称其官依附下立出入于相王本。2000石上其官属。3府举不如法令者，皆上丞相御史监事。立多军功，车服上卿，故未设禁，用县师中，乃诏有司典之法，并垂令与拜刑法事曰：匈奴入雁门，至武泉，入丧郡，取愿防战，死者2000人。秋7月，辛亥会，日有食之。春正月，诏曰：欲重视也。人有志于下，欲疑者验有司，有司所不能决，疑廷尉后独当，验者无畏师。欲令治狱者勿先宽。3月设下，赐民爵1级，中2000石诸侯相爵右庶长。民得乌就。5月，地震。秋7月以4会50之。调侯周亚夫下御赐。2年冬10月，省彻侯之国。春，匈奴入雁门，太守冯敬与战死，发车骑才官。Lot 51. 春，以岁不登，晋内郡。或入师。夏4月，诏曰：雕门刻漏，锦绣短组，害女工者也。农事伤则积之本也，则寒之源也。夫饥寒病至，而能王位非则寡矣。朕亲不亲，丧以奉宗庙资圣祭服，为天下先，不受县太官，省徭赋，欲天下务农残，复有触击，灾害，强无长弱，无暴寡，劳以寿终，又孤得岁心，岁或不登，民时或寡，其就安在？或大，或戮威势，余夺百姓，亲谋万民，县城常令法，与道道，甚无畏也。其令2000石各修其职，不治官。丞相以闻，请其罪，布告天下，使朕议。诏曰：人不患其不知，患其未大也；不患其未暴也；不患其不速，患其亡焉也。其连事欲一足，亲资算10以上乃得官，连事算不利，有事
慎之，资算次者官，令连参夫常历。秋，大旱3年春正月，农，天下之本也。黄金珠玉，积不可含，以为必用，不识其中时，兼岁或不登者，农民寡也。其令郡国务劝农桑，益种树，可北依立发民若许庸才黄金珠玉者，作邦未到2000额。皇太子官，赐民为父后者爵1级。甲子，于魏依诏赐诸侯王列侯法24，历2010黄金2斤，历年在前。出宫人归其家，复终身。2月癸酉，阳陵。赞曰：孔子称斯民，3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周秦之弊，访密文郡，而奸诡无声。汉兴歌与民。Page.52. 修信于孝，加之以公俭，孝景尊也。5、6、10载之间，至于黎民淳厚，周允成康，汉言文静，美矣。Page 53. 卷65帝纪第6孝武皇帝，景帝王，美人，年4岁立魏胶东王，7岁为皇太子，16岁后3年正月，景帝崩，甲子，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崩，皇太后同母弟贤，圣皆为列侯。建元元年冬10月，相遇，使列侯中2010诸侯相举贤良方正，直言及殿之满奏，所举贤良，或至新桑韩非苏秦刚夷之，请皆罢。奏可。春2月，赦天下。4年8，十复2钻，90复甲卒，行3诸贤，下4邑。诏曰：古之立孝，乡里一事，朝廷已决，治道或善于德，然急于乡里先爱，奉高年，知道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成其心，外获公事，内罚是以孝心却焉，真甚哀之。明年90以上，为父子若孙，令得身率妻妾，遂其供养之事。诏曰：河海润先礼，其令辞官修山川之子，为须加礼。设无土西国行书拜官者，秋7月，诏曰：转至宋营2万人，其省万人，罢院法，以赐名堂，遣10
者安车扶轮，束帛加币，征虏。Date dot 54. 2年冬10月，御史大夫满座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皇当皆下狱，自杀。成春2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夏4月戊申，夜出。出仕茂陵邑。3年春，河水溢于平原。1人相识。自起茂陵者户钱20万。田2顷。初秋7月，有星备于西北。济川王明作杀害父辈行。闽越为东欧。东欧告急。遣中大夫严助持节。福海救之。未至。闽越走。滨海鲁越会。日有食之。4年夏，有风赤如血。月。秋9月，有星备于东北。5年春，罢3州营办2钱，是5经博士。夏4月，平原军轰。大黄。秋8月，广川王岳清和王承皆轰。月乙未，辽东高庙灾。夏4月壬子，高原变电火5日。5月丁亥，太皇太后崩。秋8月，东方。长靖仙。闽越王隐公南越。遣大行王徽都御司。农韩安国出会击之。未至。越人杀颍将。兵元光元年冬11月，出令郡国取孝廉各1人。为广军屯。云中。中尉丞部时为车骑将军屯雁门。6月罢。55. 夏4月，赦天下。赐民。不期国公事前绝属者。5月，赵贤良曰：朕闻其在画像而民不犯，日月所逐，或不律礼。周之邦不用，得及鸟兽，交通四海，海外复甚。低腔赖服，星辰不备，日月不食，山岭不穿，谷不色，林凤在交走，河作出图书，呜呼子语。今朕或奉宗庙，宿星以求，夜寐以思，水为之所系，依于为语，可行而可以彰先之宏。上3尧舜，下配3王，朕之不宁，不远者，子代父之所笃闻也。贤良明于古今王室之体，受特对者止于先，朕今览焉。于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。1月，癸未，日有食之。2年冬10月，行幸雍。春，赵问公卿
曰：朕氏子女已配单于，今必单于待定家慢，今道亡矣。边境被害任民之，今欲取兵攻之，何如？大行王辉建议以甲6月，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为李广为将军，福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为江屯将军，太中为才官将军，将30万屯马邑谷中，又至单于之，单于入色，决之。走出。6月，军王辉作首谋毒尽，夏欲死。秋9月，令明日河水起，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。夏5月，公臣5人后为列侯，河水决扶阳。范郡16，又决河，起龙渊公。4年冬，为其侯窦婴有罪。春3月乙卯，丞相薨。夏4月炮。5月地震，赦天下。Page.50. 正月，河天王德薨。夏，发巴蜀至南夷道，至雁门卒县。秋7月，大风波木。以次，皇后补位巫卜者，皆消受。8月，明有名士之物其先圣之术者，献赐去时，令与祭邪。初断丧车。春，穿草徐弘卫，匈奴入丧以民。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丧谷，骑将军公孙敖出军公孙贺出云中，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，亲至龙城，鲁西100骑。广敖失师而还。诏曰：夷敌无益。奸者匈奴数寇边境，故遣将辅之。吾者治兵镇吕，帮助。将立新贵，上下未及。代郡将军敖雁门独校，校尉又备以忘行，弃军而北。少立犯进兵之，不勤不交，将虑之过也。教令宣明，不能尽士卒之罪也。将军以下廷尉，使理政之，而又加服，二者并行，非人圣之心。朕命数陷害，唐复奉正义，绝路王游，其设雁门代郡事。夏，大旱。黄6月，行幸雍，匈奴道边，遣将军韩安国屯于阳。元朔元年冬11月，公卿大夫，所使总方略，一统类，广教化北风。
人主义，包得路贤，劝善行报，武不昌业，振肃兴业备，加于宇内之至真与思路，选豪俊，讲文学，积三政事，其尽民心保持志，兴典举孝，树基成风，少修圣序，是之必。Page 57. 有忠信，行绝有我师。今或是何郡而不见一人，除下而击行之君子庸于上文也。2010官长纪纲人伦，江河引，劝元，立征数，重乡长之郡哉，且进贤受赏，蒙显露，古之道也。其语中2010里官博士亦不举。曰：古者，诸后共治，一是谓之好德，在神；三是谓之有功，乃加九锡，不共事。一处地，三而处，觉者必矣。夫父下往上者死，下者行。欲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是，在上位而不能尽序，以劝善处恶也。今诏书昭先帝圣训，令2010举联以化渊，移风易俗也。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察廉，不胜任也。当面奏可。10月孤王飞薨，春3月甲子，立皇后卫兵。诏曰：不殿，不成诗画，阴阳不变，物不昌茂，使民不倦。诗云酒店复冠，诗言之选，朕家他乐音，去就以见亲，其设天下，与民更事。此宋孝景后3年以前，皆勿听制。秋，匈奴入太守，入于阳燕门，拜都尉，杀掠3000余人，遣将清除雁门。将军李希初代，获首虏数千级，东夷某28万人将，为沧海郡。鲁王于长沙王发皆薨。四淮南王川王己丈，吴朝。春正月，赵阳王城阳王亲祠同生，愿以一分地，其许之。诸义者，朕将亲览，时有列位焉。于是国始分，侯匈奴入上古于阳沙，略吏民1000余人，遣将军卫青李希初至高阙，遂西至扶离，获首虏数千级，产地。Page 58. 朔方五原郡，日有食之。夏，牧民起朔方10万口。又节
300万以上于茂陵。秋，燕王定国有罪，自杀吞。罢沧海郡。3月，诏曰：夫刑罚俗，内藏文所以见待也，以百姓之为下于教化，朕加与事业，知而不也。其摄天下，下征卒，入雁门，杀掠1000余人。6月庚午，皇太丘罢西南夷，城设方城，令民大5日，行性甘泉。下，匈奴入代令乡上郡，杀掠数千5年。春，大旱，大将军卫青将6将军兵10余万夫射，没首65000级。下6月，诏曰：盖闻岛民封之以乐，今礼坏乐崩，朕甚悯焉，故降下。咸见诸豪，其令礼官劝学，讲义下文，举礼以为天下先。太常其义与博士弟子，重乡之化焉。丞相洪请为博士之弟子元，学者益广。杀都尉。6年春2月，大将军卫青将6将军万其乡，斩首3000余级。还，秋氏马于定襄云中门。下4月，卫青复将6将军绝没，大克获军败，将匈奴。右将军苏建王军独自波海。6月，诏曰：朕闻武帝不相复礼，3代不左右书。Page.59. 路而见得盖。孔子对令公以赖远，哀公以论臣，景公以节用，不同。所及异物也。今东国一统，而北边未安，朕甚道之。将军群朔方，征匈奴，斩首68000级。诸户籍，先蒙后丧，得免减罪。今大将军仍复克没，首5000级，受爵赏而欲一败者，无所留。其意未令，请至武功散官，以统战事。元寿元年冬10月，幸用破白林，作白林之歌。11月，淮南王安谋反，诛，于死者数万人。12月，大禹血迷子。下4月，赦天下。丁卯，立皇太子2000时爵右庶长，名为复后者1级。诏曰：朕闻对语，曰在之人，知人则折，为地难之。盖君者，名由之体，肢体伤则心达。日者淮南衡
衡山修文学路，两国接壤，处于邪说，而道窜，此阵云。忧心惨惨，念国之未虐，以摄天下，是朕家孝弟立田，哀夫老孤寡官独，或贵于一时，朕怜其前业者群行天下，纯问至嗣，曰：何嗣？老孝者伯，人无匹；乡三老弟者立田伯，人30年90以上，及鳏寡孤独伯，人2匹；续3金10以人30，有冤失之，使者以闻，献乡及嗣，据5月以4会，日有食之。匈奴入上古，杀100人年冬10月，行幸雍，此午，春3月戊寅，成。遣骠骑将军或去并出陇西，至兰吉。Page.60. 下马生于湖水中，寻象能言妙。将军去令公孙敖出北者2000余，过居延斩首万余级。匈奴入雁门，杀掠数百人。遣魏章前广接出右北平，广杀匈奴3000余人。晋王齐军4000人身，及公孙敖张骞皆后期，当战，孰为数人，自杀。胶东王继轰，秋，匈奴昆邪王楚王，并将其和4万余人来将。至五蜀国以处之，其得杯酒全郡。3年春，有星备于东方。夏5月，夏，立胶东康王，少子庆为陆安王，封故乡哈萧腾。秋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，杀掠1000余人，连夜摘郡，众速败。取吏民能假带贫民者以明文，减陇西北半。发者立川昆明时，4年冬，有司言关东平西击和上郡会稽樊期12万5千口。县官依时任业，用请收银西道白金及皮币以足用。初算明前，春经备于东北，夏有长兴出于西北。大将军卫青阳，将军去令出代，各将5万骑。步兵总军后数，至部北为单于，斩首19000级。至田，山乃还与左田王战，斩获首虏7万余级。封狼居胥山乃者数万人。前将军广后将军石岐皆后期。广自杀。5年春3月甲午，丞相李蔡有罪，自杀。天下马少，平
无马，匹20万，行5州前，喜天下天华利民于边。6年冬10月，大智利2010斤，天池以下至成同者国，蛮夷仅各有余水。夏4月乙巳，妙丽皇子弘为齐王，但魏燕王魏广灵王出作告。6月，诏曰：日者一清，农桑而未，路尽兼并之苦，故改必以曰之。至宜于心，废息9月，而3则之民未遇，从3亦立则所以，亦奉献者所以导之为名语，将所安。而前立因成事以亲征数邪，何分然其饶也，简不望等6人分巡行天下，存问鳏寡废疾，无以自振。3老孝弟以为名师，举独行师君子，争一行在所，乐之其人，广宣绝道，是有特招，使者之降问引出王位及渊师指边华，为害野荒之科者，举奏具变者，上丞相御史以闻。秋9月，大司马票秦去。元鼎元年夏5月，赦天下。大5日，得鼎。冀东王彭蠡有罪，废徙上庸。2年冬11月，夫张罪，自杀。12月，丞相卿敌下御死。春买粮台。3月，大雨雪，夏大水，关东天数。秋9月，诏曰：人无一远，亦不辞南京师。虽未丰年，3秉实则之饶与民共之。今水了宜于我东至。Page.62. 朕据其击韩江南之地，我更随方下属之素质之江陵，显示中，欲告所抵，无令众困，利民有朕就机灵免离恶罪举。译文：3年冬，喜韩故关于新安，以故关为11月，令民告明者以其伴与之。正月戊子，阳国月，禹雹，关东郡国10余击，人相食，常3子，4立，有岁，废徙房陵。4十运，姓雍，子午，赐民爵1级，女子100户牛酒。冬庆坟阴，11月甲子，立后土祠于坟阴上。行幸平阳，还至洛阳。诏曰：既得益州，巡省豫州，关于州事，渺而无嗣。询问乃得，聂子嘉，其封家魏州子。
子南军，以凤州寺春中山王胜薨，下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。魏6月，得保鼎后土祠堂。秋，马生握巴水中法之歌，立唐山县王子商为杂水王。5年冬10月，子午，岁于陇，登空同，西临蜀立河而还。朔旦，冬至，立太于甘泉。天子亲交见，诏曰：朕以渺身托于王侯之丧，得未能随民，故寻继后图以其丰年。冀州追长乃显定于庙，握巴水出马，振其御焉，战战兢兢，去思昭天地，内为恶心。诗云：四虎翼翼，亲省边陲，用事所及，望见秦衣，修文产业。若景光时有2名。Page.63. 先甲3日，后甲3日，朕甚念年岁未咸登，是丁酉，拜况于郊。夏4月，南越王襄于反汉使者及其王太后，赦天下。丁丑会，日酉，秋，巴虾马斗，遣伏波将军陆伯得出瑞阳，水。楼船将军杨图出豫章，下真水。归以越侯延魏军，出零陵，下澧水。甲魏下赖将军，下苍梧人。江淮以南楼船10万人，越时以侯以别将巴蜀魏人郎兵，下柯江，贤惠安允。9月，列侯作宾，宗庙不如法夺学者106人。丞相赵州下御赐，乐通侯栾战。西羌10万人犯，与匈奴通事，攻固安汉。匈奴入五原，杀太守。6年冬10月，巴陇其师集中卫河南河内卒10万人。遣将军李希、郎中令徐自为羌。秦之杭东，姜姓勾氏，治左翼同乡本南，以为文喜县。春，治皮新中乡，得以为霍家县。时义侯宜宾为及下，上便令征西南夷。遂令越地，以为南海苍梧、玉林和楚交，直真日丹尔郡，并西南夷，以为武都科越沈黎文3郡。东越王于山反，攻杀汉江地，遣彭海将军韩魏王。楼船将军杨图出豫章击之，又遣辅举将军公孙克元、雍和将军赵破奴出令居，
皆2000余，不见鲁而还分9，全特是当耶敦皇郡，喜民以食之。元丰元年冬10月，南越东欧显伏其孤，西蛮北夷或魏及户，镇江巡边兵镇律，公秉5节，至12部。Page.C. 将军亲率师焉，行自云阳，北历上郡西河5原，北登残余台，至朔方，临北河，乐宾时经起境1000余，威震匈奴。遣使者告残余曰：南无以向北，却矣。残余能战，天子自将带边，不能。何但王逆户内，含苦之得位，匈奴焉，还辞，乃归甘泉。冬月杀往于3将，诏曰：冬月行，为后世患。先起名于江淮间，遂虚其地，姓勾氏。诏曰：朕用是华山，至于中岳，见夏后午时1日，亲登松高，御蜀昂立足贤，闻呼万岁者3，登离往不达，其令辞官登太进无伐其草木，以山下户300为之封邑，名曰崇高祠。父王所语，行，遂东巡海上，下泗上海，登封泰山，将作明堂。诏曰：承制京焉为得匪国，不宁于李乐，故用是8神遭降师。这点景象，谢然如有闻，震于怪物。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父，然后生产肃然，自家与士大夫更氏。其以10月为元丰元年，行所巡视，修立成梁父，宁前都督附带，已除。嘉年70壬2喜，4县如出今年份，4天下名爵1级。行自泰山，赴东巡海上，至碣石，自辽西归于甘泉。秋，有星备于东景，又备于3宅洪轰。2年冬10月，行幸雍，辞武春，遂至东来。夏4月，还辞泰山，至户，命从陈将军以下皆赴亲色河堤，作护子之歌。我过赐孤独高年米。Page.65. 40坐甘泉通天，台上安飞连问。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下，子会击朝鲜。6月，诏曰：甘泉宫内中，9
柏林，不意下房。四镇红修，其身下。四云阳都百户牛酒，作之房之歌。秋，于泰山下。遣楼船将军杨辅佐将军巡视江应部队根基。郭汤中郎将为广发巴蜀兵平西南一位俘者，以为益州郡当年作决理信，300里内接关。下，朝鲜战旗王。以得魏乐浪临屯玄护真藩郡，楼船将军杨福作之名。左将军荀志作登公器事。秋7月，胶西王武都督人反，分血九泉郡。4年冬10月，定雍通回中道，遂累出萧关，立都路，名泽爱而还，姓河东。春3月，辞后土，赵雍祭后土毕，建光集于凌寒，一夜3烛，姓中都，上建光。其设坟因下阳中都死罪以下，赐3县阳今年宗父。下，大汉宁多可死，体轻如弱，可遂臣服，乃遣使说之，单于匈奴后边。遣波胡将军郭汤屯设方。5年冬迎南，巡狩，至于正堂，放肆于顺于九夷，登驻色巡。杨福将亲射交江中，获之，逐卢千里而出，作盛唐东阳之歌。遂北至芒协，滨海。李慈其名山大川。Page 66. 月，爱山，分封，甲子，辞高祖于明堂，以配因朝诸侯王列侯，受郡国币。夏4月，赵即将怀务，会大海气，以和泰山，上天见相，增通残，其设天下。所幸现无出今年都督，自官广，贫穷者富，还姓甘泉。交泰大司突至4使53州，名臣文武欲尽。诏曰：盖非必待非常之人，故法或奔而治天地，是或有负公平。夫犯驾之法，时之事，以待遇之而已。阿力名有茂才艺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。6年冬，姓回春，坐守3公。3月，行幸河东，辞曰：镇里守山，坤田出真物，化或为黄金。神光3烛，其设坟因收死以下，赐天下平民部一体。益州
昆明反，摄京师王命令从军，前军将以击之。下京师民官绝地于丧临平乐馆。大汉皇太初元年冬10月，行幸泰山甲子冬至，祀上帝于明堂。乙酉，拜梁台斋2月。坎高，祠后土，东临渤海，放祠腾春。还受祭于甘泉。2月，启建张公。下午正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册上皇，数用武。谐音律。Page.67. 遣因将居住色拜受降城。秋8月，行幸安定。遣2将军天下者明西征大宛。黄从东方飞至敦煌。2年春征城。向庆薨。3月，行幸河东。祠后土，天下日。5日，祠门户，比腊。下4月，赵用世界山。祭后土，皆有光应。其设坟因安逸。5月，吉利明法五车骑马。秋，黄金赵获族2万，其出设方击清俗。不才，冬12月，都宽族。3年春正月，杭东巡海上。下还，秋封泰山。汉时旅，遣光禄勋徐自卫。西北至卢，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，降祖都。秋，匈奴人定襄云中，杀掠数千人，营坏。又入张掖酒泉，杀都尉。4年春，2师将大宛王守，或汉阙法来，作西极天法之歌。秋光公东，行幸回中，喜弘农都尉至武官，得以给官立足时。天汉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。3月，行幸河东。祠后土，匈奴归汉。下5月，赦天下。Page.68. 必城门大搜，发者数屯5员。2年春，丁亥，韩幸回中。下5月，2师将军3万骑出酒泉，王战于天山，斩首6万余级。又遣殷将军出西河，以领兵5000人出居延北，与单于战，斩首6万余级。领将匈奴。秋，只进乌子道中者，大搜国来县。泰山狼邪群盗徐等阻3攻城，道路不遣直。
指使者报圣之等衣袖衣脏腑分部主部。次使郡守大街冬11月，诏官都尉曰：今豪杰多远郊，依东方仅查出入者。3年春2月，御史大夫王清有罪，出阙九都。3月，行幸泰山，秋风，因受祭，还幸北地，祠堂山，一玄玉，设天下，行所过无出田州。秋，兄门作会弃市。4年春正月，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天下7科折戟勇敢士，遣2支将军李广力将6万骑，步1万。因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3万人出雁门，游击将军韩出5员，降弩都尉陆伯德步兵10000余人与2支会。广力与上连日，敖与左贤王战不利，皆引还。夏4月，当义王。秋9月，令死罪入蜀前50万减死1等。正月，因将军敖有罪，要斩。喜郡国立民豪结于夏6月，赦天下。Page 69. 温正月，行幸回中。3月，诏曰：有司一王者，朕交见上帝，西登龙首，或白林以贵宗庙。天马泰山殿黄金，已改故名，今更黄金为林以天。因以颁赐诸侯王。秋，汉9月，人蜀前50万减死1等。御史大夫杜州卒。3年春正月，行安全宫，享外国客。2月，令天下大5日，或是宴，作朱宴之歌。庆郎协，李日成3登之福，福大海，3称万岁。冬，4行所前，鳏寡孤独夺，人一体。4年春3月，壬午，赐高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因受祭地。赐孝景皇帝于明堂，甲申，秋风，丙戌亥时驴。夏4月，幸不齐，辞神人于交门宫，作拜者，作交门之歌。夏5月，还幸建章公主，赦天下。秋7月，诏有蛇从郭外入邑，与邑中使文庙下，邑中蛇4。冬10月甲寅会，日有10之2月，行幸雍。此5，西至安定北地。征和元年春正还，行幸建章公。3月，赵王彭祖通。
发三府骑士大搜上林，避长安城门锁，11日乃起。2年春正月，丞相刻下御赐。夏4月，封发和睦。闰月，诸义公主杨氏公主皆作巫蛊死。夏，行幸甘泉。秋7月，按道侯韩说太子宫人物。太子与皇后谋冉冲，以节发兵与刘须长安，死者数万人。庚寅，太子亡。后出仕城门屯兵，更结加黄毛。御史大夫鲍胜之司职务。胜之自杀，人要斩。8月辛亥，太子自癸亥，地震。9月，立诏敬肃王子衍未平，奴入上古5元。8月立宁。3年春正月，行帝弟匈奴入5元9泉，杀2都尉。3月，军广利将7万人出5元。御史大夫桑丘成2万人出西河。大轰4万骑出9泉。承至郡击3余鲁战，多斩首。鲁引去，因将车师，皆引兵还。广利败匈奴。夏5月，赦天下。6月，丞相屈西萧守。秋，黄。9月，反者公孙勇，皆伏乌。4年春正月，行幸东来。临大2月丁酉，陨石于雍。2，声闻400里。月，于郡定。还幸泰山。秋风。庚寅，于宁4，产10余。夏6月，还幸甘泉。秋8辛酉，日有食之。后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。岁幸安定。康以王薨。Page.71. 诏曰：朕交见上帝，群于北边，见群鹤流矢我往。你所获见，见于太光景并见，其6月，御史大夫桑丘成有罪，自杀。侍中府可走地重合头通谋反。侍中副马都尉今日奉车都尉或归都尉讨之。秋7月，地震。王往涌泉出。月春，曹诸侯亡于甘泉宫。赐宗室。2月，行朔宫。立皇子福陵为皇太子。丁卯，地崩于武作宫，并于宫前殿。3月甲申，葬茂陵。赞曰：王之高祖拨乱反正，文景务在养民。至于击鼓李文之治剥削焉。
跳舞出力，卓展八处百家，表彰六经海内，举其军帽，与师立功，兴太学，正数，定历数，谐音律，作诗乐，见风坦百神。少周后，号令文章，幻焉可述，何尊而有三代之风，如武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景。虽诗书所称，何有家焉？Page 72. 一朝帝系第七孝昭皇帝，武帝少子也。母曰赵婕妤，亦得姓，及生帝，亦其义，与代外戚传。武帝子拜燕王占广陵王须行交。后元2年2月上即并立昭太子，年8岁，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授遗诏服小主。明日，武帝崩，戊辰，太子帝位，夜高庙，弟子鄂邑公主义康穆义，为唐公主，供养大将军光秉正，领尚书事，车骑将军今日左将军官。夏6月，赦天下。秋7月，有星位于东方，官有罪，扼杀。赐唐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，为皇太后，起云陵，东匈奴入朔方，杀军屯西河，左将军节行北边。始元元年春2月，武夏公太液时中，公卿上寿，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叉，乙亥，上庚戌，顿弄贤，一封燕王广陵王及唐公13000户。夏，为太后起元调云陵。Page 3. 益州连侯乌登科韩指同并24邑皆反，为伯木立宁及发前卫蜀郡奔命击益州，大获之，有司其益州，河东属滨州。